乌克兰籍艺人瑞莎来台发展多年，总算在今年1月23日居留满5年，符合台湾身份证申请资格。不料期待又的落空，瑞莎被户政事务所告知只能先申请定居证，之后才能再办身份证，因此想当个正港台湾人的时间只能往后推。来台发展10年的瑞莎，只持有台湾居留证，出国受到很多限制，因而放弃不少工作邀约。近期瑞莎替《潮潮女》杂志拍摄封面，她提到之后若顺利拿到身份证，将会是她人生和事业的一个重新启动，之前计划好的事业布局将会慢慢付诸行动。瑞莎2015年与交往了5年鞋业小开男友 Mike 结婚，隔年生下女儿那个。瑞莎表示，如今有了女儿，我必须要做她的好榜样，在工作上更加把劲，好好努力。事实上，瑞莎为了取得台湾身份证，过程可说是一波三折。内政部原定她于今年1月23日可领取身份证，但事后求证户政事务所时，被告知要先申请定居证，才能申请身份证，让瑞莎不免有些失望。虽然正式成为台湾人的时间被往后推了，但瑞莎早已认定台湾是她的家。她表示，台湾让我感觉自在、开心、舒服，有家的感觉，会想住下来。尤其是在结婚生子及家人陆续移居过来之后，台湾已经是我的家了。若是身份证申办成功，瑞莎将成为第1位拿到台湾身份证的乌克兰人。